来关心订票问题出来，9月到10月总共有4个年假，即包括教师节、中秋、国庆，还有光复节。为了引领大量等于故乡，也是出去佚佗的人，高铁公司今日透早开始呢，一摆一次性开放前3个年假车票定位，即日开始卖，大家收真抢，网友是真正有够无奈。起盘是扣卡，半暝也毋困，就是为着要抢高铁票。是讲官方网站的订票画面是一直跳出系统无营中的红字，所有个页面都无法度运作。换一个 App 来抢看卖，同款也是无营中。数字较紧的高铁，大家拢想要坐，尤其是年假，无论是回去故乡，也是出去佚佗。所有个9月到10月，拢总有4个年假。教师节、中秋节、国庆节、甲光复节，高铁伫8月29日返点开始卖票。前3个年假拢总有18天的所运车票，甲专工强化2个体，强调伫线顶会当有38000人同时使用。严过网页也是无损，互网友加掠讲。真侪网友拢怨叹讲，高铁是安怎要将3个年假的车票拢可以伫咧同一天卖？就是你自己三选一了，这个不要说全部都，因为能回去就回去，大家应该也是取舍的方式，不可能说每个礼拜都回去。不一定是每个人都会在看新闻，不是每天都有时间看。你反而分时段，可能看到的时候，可能看到下一个时段，他会自己去安排时间。高铁展出数据，公开方式分钟都未超过65000张，超半点钟都超过35万张票，这是塞车，不是机械故障。后一个需要抢票的年假，就是10月29日光复节。高铁提早1个月，伫9月29日开放订票，建议大家会当将行程提早1天，安尼都袂客做一回。Hello， 我是张新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